来看昨暗晡新北市邦桥一个30多岁货车驾驶伫下海附近去弄到真侪台汽车甲奥多拜，有4个人受伤，其中有1个人较严重。警方调查，这个驾驶无驾照，伊的电子烟有毒品的反应，也毋过伊拒绝验尿。警方怀疑讲伊有食毒赛车，嘛报车检方来核发强制采验的许可。另外，昨午新北市的3点埔嘛有骑奥多拜民众拒绝检验绕跑去弄到奥多拜，警方嘛抄到海洛因等毒品哦，嘛甲伊移送法办。这只奥多拜行去互警方抓到，油门吹真凶，毋过是撇来撇去，转去弄到共向的一台奥多拜，害人跋倒，所来伊嘛共款摔落。敢若是违规停车，警方去甲临检，这个骑士煞是心虚，向拒绝临检，准备逃走。原来是因为伊的分尸点有藏毒品。附带搜索，从你们车上找到了哈。没关系啊，不是你的，随便你讲啊。案件发生伫咧新北市3点埔，2时暗时这个涉案的骑士甲伊载的人，拢去互敲出有炸毒品，包括海洛因、安非他命、甲依托米酯。警方嘛有甲因验尿，李前感受食毒骑车，当场逮捕，依法侦办。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。目前影响2个车道。救护车赶去现场，把受伤的人救出来送病院。同一天，伫咧新北市邦桥，嘛逼出哪像食毒赛车严重的车祸，车祸造成4个人轻重伤，其中1个人有昏去。几台汽机车伫咧路口咧等车红灯，向有一台货车为后壁驶过来，不过伊速度一点仔都无放慢，头前几台车全咧甲弄落，有骑士是规个加入去车下底。当然是很可怕，如果说今天是学生放学时间，就会跟那三峡那个事故。我看到的时候都跌倒了，人已经在车底下。现场会当看到车壳的碎片，涂骹嘛真侪火的痕迹。这场车祸发生伫2时暗时6点外，伫重庆路甲成都街的路口，这边啊都是国中，是学生上下课的范围。警方调查，这个共弄到30多岁的司机，伊的驾照已经从记点注销，嘛怀疑是食毒赛车。双方当事人均无酒驾情事，肇事原因暂待调查厘清。这个涉案的驾驶拒绝验尿，而且互敲出有电子烟，烟油内底验出依托米酯阳性的反应。警方已经向检方申请许可，要甲伊强制采检，来厘清敢是有食毒赛车。公司新闻新北报道。